大家好，我係 Gary，歡迎收睇香港揭秘。本港的士牌價跌勢加劇，4月市場持續沉底。根據香港的士交易所最新數據顯示，市區的士紅的牌價由3月嘅268萬元進一步下跌到244萬元，單月跌幅擴大到近9%，與歷史高位723萬元相比，累計跌幅已經達66.2%，市值蒸發479萬元。新界的士綠的同樣未能止跌，最新牌價報169萬元，較上月底急跌17萬元，單月跌幅高達9.1%。若與10年前591萬元嘅歷史高位相比，累計跌幅已經超過71%，相當於市值蒸發超過4球422萬元。根據 AM730 嘅報導，不同社會人士認為的士牌價持續下跌，主要受多重因素影響，包括行業人手短缺、政府對白牌車嘅規管政策未明，以及市場憂慮牌價可能步公共小巴後塵跌至幾十萬元水平。另有學者認為，此現象反映市場結構同埋整體經濟環境嘅轉變。喺開始講落去之前，首先俾 like 同埋撳訂閱掣，睇影片嘅時間越長，就係對 Gary 最大嘅支持。衷心感謝各位網友。香港無線電的士聯誼會主席黃宇霆接受 AM730 查詢稱，牌價下跌主因源於人手不足，直言所有收租物業冇人租就唔值錢。同時指政府就規管白牌車取態曖昧，當政府擁護非法集團，只會導致所有正常營運急跌。佢舉例話，有新手的士司機入行短時間掌握技巧之後，便轉投白牌車行列，亦都有司機因為的士司機扣分制而改為駕駛冇扣分唔會俾人拉嘅白牌車。佢認為政府就扭轉跌勢應該都無能為力，加上牌價現時已經瀉到好誇張，憂慮終有一日會步公共小巴牌價後塵，跌到得返幾十萬。琴日有車行報價指公共小巴牌價為30萬元。香港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鄺家琪認為，本港市場環境已經改變，難講的士牌價會一直向下，但明言極難重回以往500萬元水平，遑論最高峰嘅逾700萬元。佢向 AM730 解釋，過往的士較多開工時間係唔太穩定嘅個體戶，加上市民選擇較少，但現時部分的士會以集團式運作，以及乘客容易透過程式配對司機，令到路上面供應回穩啦。又話本港經濟環境未如以往理想，的士作為奢侈交通工具，客量自然減少。當市場結構改變，便會直接影響牌價。佢相信的士牌照嘅個別投資者應已減少，但係呢個始終係的士經營必須條件，車行同埋商業集團等應該都會繼續投資。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指出，的士牌照本身係一個不附加任何公共服務條款嘅金融工具，加上多年嚟冇新增的士數目，屬優厚嘅投資環境。而政府喺考慮的士相關嘅政策時候，牌價亦都非首要考慮。佢續話，即使政府決定開放網約車或者相關平台，只要保證到前線的士司機收入穩定，滿足到點對點交通需求，以及的士同網約車運力匹配，唔會過度供應，變相呢就能夠維持牌價穩定。就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回購的士牌。張欣宇稱，牌價波動純屬私人投資風險，同政府同公共利益冇太大關係，市民亦都唔會受牌價高低影響，因此政府冇理由以公帑回購。又話的士牌照價值受宏觀大類資產環境影響，由於現時已經唔係低息環境，相信牌價冇辦法重回過往低息環境下嘅高位。至於點解的士牌價之前可以上到歷史高位，我哋可以從的士喺香港嘅發展史睇出端倪。根據星島頭條報道，的士一字係由英語 taxi 音譯出嚟，又名計程車，有冇固定路線，乘客上車後指明目的地，司機就直接駕駛前往。1923年6月，香港首間的士營運商香港九龍的士公司開業，引入80架法國雪鐵龍房車，並於同年9月17日正式投入服務，行走香港島一帶。1926年的士服務擴展到九龍半島，當時的士只有3至4個座位，收費方式分為按照時間同埋距離議價，同埋按照計程器、英里標收費兩種。的士係通常喺各渡輪碼頭同埋各大酒店門口等客，如果喺其他地方乘搭的士，則需要預先致電的士公司。1959年11月27日，
當時仍然負責交通事務嘅警務處推出新界的士擴展計劃，公開招募經營者，擁有6部或以上的士可申請牌照營辦新界的士，並容許新界的士往返九龍嘅指定停車處。大嶼山的士則喺1983年3月正式投入服務。早期嘅的士係並冇裝設冷氣系統，直至到1963年9月9號，香港先至有首部冷氣的士營運。但初期冷氣的士呢，需額外加添冷氣機，並非原廠配置，容易因為引擎負荷太大、水箱過熱而拋錨嘅。上個世紀20年代，的士起標價僅4毫，但根據1930年代嘅物價計算，當時非技術工人人工只有15至50元，每月花費亦都喺10至12元，因此的士標價絕對係天價，非一般市民可以乘坐。咁到咗60年代，落期已經加到1.5元，而當時基層勞工月薪大約100至200元，乘坐天星小輪亦都只需2毫，可見當時的士非人人可以負擔。到80年代，落期已經加到4蚊至5元，直到1997年加至14.5元，再經過多次調整，現時市區的士已經加至29元，新界的士25.5元，而大嶼山的士則係24元。現時嘅的士司機多數都係自僱人士，但係60年代嘅的士司機都係為的士公司打工。最初政府免費發牌予的士公司，但勞資問題常有發生。1967年3月28號，香港中央的士公司因為解僱一名的士司機而發生勞資糾紛，引發該公司同香港、上海的士公司司機連日集體怠工，雙方多次談判不果。同年4月15日，兩公司宣布結束營業，並出售旗下150餘部的士。不過呢，有當時嘅的士司機話，的士司機當年呢屬高薪職業，所以服務態度好，司機嘅收入呢比警察仲要高嘅。的士牌價嘅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當時香港政府為咗管制出租車嘅數量，開始實行的士牌制度，即出租車司機必須擁有的士牌照，先至能夠合法從事出租車業務。由於的士牌數量有限啦，導致的士牌價格不斷攀升。每輛計程車配一牌照，為1998年，香港政府已經停發新的士牌照，以控制計程車數量，以改善交通擠塞及路面嘅空氣污染情況。喺供不應求下，造成牌價高企。2015年市區的士牌照達歷史高位723萬元，新界的士牌價亦都高達591萬元。唔知大家對於的士牌價由高位不斷下跌，同埋而家嘅的士服務有咩睇法？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